然后对，然后就摔蛋糕。啊！爸爸摔蛋糕。对啊，你们有看吗？有。就是有一些心魔，就是搭讪嘛，算是搭讪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就是你要去跟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，还是很怪，还是很怪，所以就很卡，扑克脸，很凶，然后因为那个过程中就是弟弟有打电话给爸爸嘛，妈妈也有打电话给爸爸，然后爸爸口气都比较派一点，比较派，然后蛮有杀伤力的，对。他后来了解，就是他爸爸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，对，所以他就是要把他的工作做好，他就连生日都没有过那一种，生日都没过，然后是过了一天，隔了一天，弟弟才想说买披萨给爸爸吃这样，刚好遇到他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摔蛋糕。啊！爸爸摔蛋糕。别人看就知道了。段没剪到。摔蛋糕。你有没剪到这一段呢？喂。对啊。爸爸在你面前摔蛋糕。对啊。别人看就知道了。该不会是砸你吧？没有砸我，没有砸我。其实爸爸没有摔蛋糕啦。没有，你们明天看了就知道了。那老肖这没有，我就讲了爸爸是很他是真的在责任感很重的。那爸爸是一个责任感很重的人，所以他那时候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开心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在上班时间，他觉得他不应该出来啊，他是值班时间，对，所以我是觉得蛮抱歉的，因为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岗位，他不可以就是在执行的时候离开岗位的那种，就蛮严肃的。对，你有看到预告吗？有一个男生。对，他就是他知道萧敬腾，但是他不知道站在面前那个是萧敬腾。对，就是有听过萧敬腾这3个字，但是不知道你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是反应不过来吧，我觉得是反应不过来。啊，他以为是他朋友找的一个专职的 YouTuber。其实前阵子还有像都有一季这样子的节目，你有跟他就是请教一下？你们这个问题就真的没有。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他明天才知道看到节目。不一定啊。而且你今天晚上会看他有没有看电视啊，看新闻。而且你明天传链接给他看。啊？传链接给他看。传什么给他看？传链接给他看。链接。好啊。